一间木炭工厂要转型，7年级生看爸爸的事业，经济效益是大问题。当时从价格从60块卖起，卖到现在150块。150块，20年，多重25斤，25公斤哦。陈伟成接受工研院辅导，发现制造木炭的烟凝结后的精华木醋液和精油一样，有清洁消毒和保养的用处，开发出一系列的商品。我们这一代呢，就是利用把这些东西呢重新再进化，变成了碳晶还有木醋液，然后利用网络的方式做网拍。陈伟成口中的我们是他的大学和五专同学，几个年轻人自称木醋液达人团队，用着不那么生意人的傻劲，开启7年级的创业梦想。当时我们的存款只有3000多块钱，所以我们任何的行销费用都是零，3000多块到去年半年还在8000多块，很恐怖啊！那时候我们自己又各兼一份工作。然后我再把我的薪水再拆一半给其他人。这3000块打拼的故事，势必在他们的人生中成为重要印记。说话很有一套的陈伟成笑说：“还好有土窑精神，耐烧耐熬。兄弟们也像牛一样苦干实干，熬了4年，终于拿到国家 CAS 认证的肯定。”我记得第一笔我们那个订单500多块钱，台北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们订，哇，太开心了！我们连购物车都没有，他是打电话来订的，我们专程从那边又骑去台北。就相信有第一笔订单，就会有后面的第2笔、第3笔。以天然疗愈系商品为号召，在网络上有不错的业绩。我想未来的这个时间，可能不晓得能够走到多远多长。不过这一段历史跟这段故事，我们会一路这样子扛着下去。所以就是向前看，坤滚前。是。宁愛要先行。好，很整齐。宁愛要先行，人要有信心。有大无畏的冲劲，生命的养分才进得来。这群7年级生在共同的理想中微笑大步向前。坤拱前，宁愛有先行。坤拱前，寧愛有先行。